Hello，又係我 Amanda 啦，好開心啊！今晚再次出片，尋日呢真係太攰啦，要休息下，因為我喺 Houston 睇完巴西對日本嗰場波之後，其實真係都冇乜休息，咁啊日日出片俾大家，好想第一時間分享啲感想啊、賽事嘅精彩片段啊。咁琴日終於休息咗一日，咁你見到我今日都精神煥發啲，因為頭先睇完一場好驚心動魄嘅葡萄牙對克羅地亞之後呢，咁我出咗去食飯，沖咗個涼，就 skip 咗瑞士對阿爾及利亞嗰場波，咁啊翻嚟同大家即刻做個 video 去分享啦。嗱，咁頭先有睇呢場波嘅網友啊、觀眾咧，應該都係驚心動魄下。咁最後咧，恭喜晒葡萄牙係以2-1贏咗克羅地亞，取得呢個16強嘅入場券。嚟緊咧就對西班牙兩牙相遇下，歐洲兩牙相遇。如果大家有記得咧上屆世界盃，葡萄牙對西班牙嗰場精彩賽事下3-3，最後 C 朗咧係以一個罰球咧射入，咁真係好精彩呢場波，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嗱，其實上半場係好悶㗎嚇，上半場我都爭啲瞓着咗，咁但係下半場咧，咦，克羅地亞突然間發威喎，唔知係咪覺得應該留力去打下半場咧？兩隊波都咁葡萄牙其實都仲係有啲發地夢㗎，但係當克羅地亞突然間咧打返我哋認識嗰隊克羅地亞嚇，喺淘汰賽克羅地亞嗰啲長傳急攻啊，嗰啲好直接嘅英超式打法，我哋又見返喺克羅地亞嗰度出現啦。咁Modric 咧打得好辛苦嚇，即係前又見佢，後又見佢，咁今日分波分得好好啦。咁同埋當克羅地亞射入咗第一球嘅時候咧，成場波嘅節奏唔同晒啦。咁你見到啦，呢度咧係 C 朗嚇，C 朗其實今日咧下半場咧食咗球好靚嘅炸糊，佢個如果唔係佢個膊頭越位嘅話咧，嗰球波一接一射咧，其實咧嗰球波咧好有球王功架，但係咧好可惜咧，佢成個膊頭係越咗位嘅，咁所以咧嗰球唔當入啦。咁當然 C 朗就好失望啦。咁但係跟住落嚟，佢個隊友咧就俾克羅地亞嘅防守球員攬住喺個禁區嗰度咧，就頂唔到個波，於是咧球證即刻判12碼，咁毫無懸念噶啦，一定係 C 朗射噶啦。咁嗱，但係 C 朗射呢球波咧，我其實都爭啲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嘅，因為咧 C 朗嗱，你見到佢射呢球波之前咧，好經典嘅就喺度吹氣啦，即係好辛苦啊，即係好緊張啊，即係其實你見過大賽咧 C 朗射親啲罰球同12碼，你都見到佢呢個款㗎啦。咁佢又呼氣，我又呼氣，佢唔敢呼吸，我都閉晒氣，咁真係好鬼驚啊！咁同埋咧，佢今日嗰個助跑咧係有啲疾步啊，係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都爭啲俾佢嚇親啦。咁我有個網友啦嚇，咁幫我 cap 咗個圖，見到其實阿 C 朗咧，佢嗰個疾步咧都幾嚇人啊，係啊，因為佢嗰場波咧，嗱，等我揾翻嗰條嗰個 image 俾大家睇先嚇，係啦，就係呢一張相。呢張相咧 capture 咗啲咩出嚟咧？其實 C 朗咧一向射12碼咧，好多時候係射左邊嘅，係啦。呢個last 5 penalties 咧喺佢個球會啊，沙地球會或者國家隊都係射左邊，試過 miss 咗一次撞柱嚇，右邊都試過。喂，但係今日佢射邊啊？佢射中間喎，竟然佢係等嗰個龍門咧撲咗去左邊嗱，龍門咧都醒㗎啦，知道 C 朗咧好多時候係射左邊。佢等個龍門飛撲咗去左邊咧，佢真係中間喎！我好少見到 C 朗射中間嚇，好在係入嘅。如果唔入咧，我都唔知點算，好驚啊！今日咁啦，俾阿 C 朗追翻1-1嚇，咁後尾咧打到冇幾耐咧，哇！克羅地亞開始發威啦。平時我哋見到克羅地亞嗰啲長傳急攻啊，英式嗰啲好直接了當啊，兩邊落底線啊，兩邊即係傳中啊，又出翻嚟喎。其實因為上嗰場真係見唔到克羅地亞打呢啲波，喺今日咧嚇，大家係原來留力打下半場好精彩。咁
咁葡萄牙個教練咧開始覺得唔對路啦，於是咧就換咗好多後備嘅球員入替啦，其中包括咧要將 C 朗換走嚇，換入 Ramos 嚇，換入一啲攻擊性比較強同埋後生比較有活力嘅球員出嚟。當教練要換 C 朗出嚟嗰陣時咧，哇！C 朗個樣咧又係俾個鏡頭啦，幾億人咁望住啦，眼都突晒啦嚇，又換我嗰種，咁啊冇辦法啦，C 朗。教練嘅調動，你都係要接受噶啦。你點樣即係唔想走都冇用噶啦嚇。咁於是咧，教練嘅調動咧，其實係真係有呢一個佢嘅原因㗎。咁最後咧，真係 Ramos 咧幫葡萄牙追翻2-1嚇。咁當然啦，到球賽嘅尾聲咧，有好多好戲劇性嘅事件發生啦，就包括嗰個。克羅地亞最後最後嗰幾分鐘個入球啊，即係我哋以為咧個個都話哇有加時睇啦，精彩啦今次，即係啲葡萄牙球員啲克羅地亞球員都已經係慶祝晒啦，以為自己死唔去，啲球迷又好開心咧，哇！竟然咧嗰個波咧係判越位喎。而嗰個越位咧，大家有睇翻 replay 就係好唔抵啊！因為當個波傳中嘅時候咧，係有一個葡萄牙嘅球員咧個頭係揩到個波，變咗佢一揩到個波嘅時候咧，入波嗰位咧就越咗位。咁啲人就話：哇！乜而家咁輕微？即係可能以前嘅足球咧冇 VAR 同埋冇嗰個。足球裡面有個晶片 detect 到嗰個葡萄牙球員係揩到嘅時候咧，唔當越位嘅，係啦。咁但係今次咧，因為有嗰個晶片啊，我哋見到咧，連個心電圖都出埋嚟嚇，俾佢睇到咧就係葡萄牙嘅球員係應該輕輕揩到嗰球，變咗咧好似有個脈搏咁，噗一聲咧就 detect 到啦。咁再加上第二個疑點啦，呢球波點解會係咁樣咧？因為其實佢揩到之後咧，又撞到一個葡萄牙。sorry， 撞到一個葡萄牙嘅後衞，所以咧嗰個波咧其實揩到兩個頭嘅。首先係揩到葡萄牙嗰個球員個頭，再揩到sorry， 唔好意思啊，我都講到亂咗啲。首先係揩到克羅地亞嗰個球員個頭，跟住再揩到葡萄牙後衞個頭嘅。但係咧呢球波咧射波嗰個人咧已經係企咗喺越位個位置嘅，所以咧。係冇改變到嘅賽果啊！呢球波係唔入嘅，所以咧後尾見到球迷啊或者 C 朗啊，所有人嗰個狀態啊神情咧都係好癲狂嘅，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發生㗎？即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咁樣嚇，真係即係好戲劇性啊！咁到最後當然啦，球證吹雞咁維持原判 C 朗。嘅葡萄牙隊係係啦，就可以出線啦。咁你見到啦，賽後 C 朗咧攞住Jota 件衫嚇，21號球衣。Jota 點解咧？因為有跟葡萄牙波嘅球迷都知啦。Jota 喺上年咧攞咗嗰個 UEFA Nation Cup 之後咧，亦都即係幫利物浦攞埋冠軍。一個球員一屆同一年可以攞到2個冠軍，其實真係好開心啦。咁佢決定同佢青梅竹馬嘅拍咗拖好多年嘅女朋友啦，拉埋天窗啦，喺西班牙舉行咗一場婚禮之後咧，竟然發生咗一場悲劇，就係佢同佢弟弟揸車喺西班牙玩嘅時候咧，就發生交通意外。佢同佢嘅弟弟咧都係雙喺個交通意外嗰度身亡啊。咁所以C 朗同埋葡萄牙隊為咗紀念呢一位隊友嚇，著住21號球衣嘅上年，贏咗波之後就將呢場波獻俾佢，咁C 朗即刻着翻佢隊友件衫，即係代表佢隊友啦，去即係出戰呢一個比賽啦，咁好感人嘅，其實場面睇得出 C 朗同 Jota 個情義係好深啦，同埋。其實睇到 C 朗係一個好真性情嘅人嚟㗎，你見到咧個鏡頭成日都影住佢啊，不過鏡頭又係衰，即係中意捕捉 C 朗呢啲表情。C 朗係一個好真性情嘅人啦嚇，成日都會有時有啲好贏咗波好開心啦，輸咗波又即係發晒脾氣啊鬧人啊咁。我覺得你有啲人唔中意佢嘅就話佢串啊，話佢
好自大啊，但係其實中意佢球迷就係覺得佢好真啦，真性情啦。咁呢場波其實除咗 C 朗之外咧，我諗大家最唔捨得嘅咧係另外一位克羅地亞嘅球員嚇。呢度咧就影翻俾大家。賽後咧，其實 C 朗咧都第一時間走埋去同阿 Modric 攬下錫下咁。因為佢哋兩個真係一個出生入死嘅隊友啦，佢哋喺皇馬好多年，贏咗咁多冠軍，到而家呢個年紀啦，其實佢哋大家都係同年紀下，40歲啦，40、41咁樣，都係人生最後一場世界盃㗎啦，基本上如果再冇咩即係再正常嚟講，就應該40歲真係要退休㗎啦，咁大家都相擁去祝福大家啦。咁我自己真係好欣賞 Modric 呢一個球員嚇。其實當呢個絕世雙驕嚇，絕代雙驕C 朗同美斯喺西甲叮當碼頭成日攞呢個歐洲足球先生、世界足球先生嘅之際咧，其實唯一一個可以喺中間攞過一屆世界足球先生嘅，只係有 Modric 嚇。我覺得 Modric 呢個球員咧，代表咗克羅地亞咁多年啦，係一個實而不華嘅球員。咁真係好唔捨得 Modric 離開呢一個球場，因為大家都係40歲下，即係佢C 朗美斯大家都差唔多踏入呢個40歲嘅關口啦。唔好意思我要叉電先，因為我個電腦咧，好似真係冇電啦，係啦，掛住講都唔使叉電，而家即刻叉翻電先，係啦，咁即係大家都已經40歲，但係咧，你會覺得 Modric 係個樣特別殘同埋特別辛苦，因為 Modric 佢打即係一個正式嘅中場，我哋而家好少見到一個正式嘅中場噶啦，係啊，咁前面又要分波，後面又要防守。佢打係辛苦過C 朗同埋 Modric Messi 好多噶。Messi 已經喺前面大部分時間喺前面揾食，咁C 朗唔使講啦，要等佢啲球即係嗰啲隊友為佢餵波啦。咁我見到 Modric 今場打足100分鐘，而最後換翻嚟係一場輸波，真係戥佢好心痛，係啊，唔好意思，真係突然間談上頸啊，即係可能。講到 Modric 咧，自己都有啲激動啊！真係一個我好欣賞嘅球員。咁亦都令到我不禁咧我有個網友咧好好佢 send 咗呢張相俾我。呢張相大家睇到啦，2014年呢啲克羅地亞球員今日係入波啲射手啦佢哋由後生好青澀嘅模樣，到今時今日為國家隊咧效力咗13、14年，真係好唔容易啊！見到啲頭髮啲髮線都向晒上成個樣都唔同晒咯。咁好唏噓啦。咁大家都知道克羅地亞係一個曾經打過仗沙拉熱窩南斯拉夫分提出嚟嘅國家。咁Modric 佢細個都係話自己係槍林彈雨同埋喺嗰啲防空洞嗰度長大嘅。咁呢批球員都係嗰個年代嗰個背景長大，經歷咗戰亂國家嘅分裂，被子彈可能多過被波咁好欣賞呢隊克羅地亞球隊，永遠俾我哋一種精神，就係無論個現場嗰場波或者面對個困難有幾大都好，佢哋都唔會放棄，同我哋拼到去最後1分鐘，同埋永遠係好想贏。佢哋唔係喺世界盃就係出席或者係喺度 hea，冇氣場俾大家睇。只要佢哋有力，只要佢哋有1分嘅精力，佢哋都會跑去奮戰到底。所以我好欣賞克羅地亞咁多年帶俾我哋咁多驚喜，係啊！我覺得過去呢10幾年、10年8年，俾我最驚喜嘅一隊波就係克羅地亞。而家見到佢哋咁樣出局，同埋即係呢班球員已經老去啦。亦都青黃不接啦，因為克羅地亞呢個國家本身個人口唔多啦，出生率都好低。咁我自己好 lucky， 2019年同屋企人就去克羅地亞玩。好鍾意呢個國家。如果有機會大家
去呢個國家玩下。我自己或者有機會出條片講下克羅地亞嘅旅遊。好好可惜咯，即係係啊，即係 Modric 要離開世界盃舞台啦。當然啦，而家 Modric 仲係喺 AC 米蘭打得好啦嚇，咁但係人始終都係會老啦，亦都要離開啦，鬥唔過體力啦。意甲嘅節奏可能仲係 Modric 可以應付到嘅，但係我相信都佢離開佢退休嘅日子都不遠啦。咁所以有啲網友做咗啲好靚嘅佢一啲相啊，同埋即係包括頭先我哋見到一啲好 emotional 嘅畫面啊，係啊，即係 C 朗啊，咁我就係話我之前都去過克羅地亞玩啦，我喺克羅地亞 Split 呢一個地方咧，其中一個城市買咗件克羅地亞嘅 T-shirt 啦，呢件都唔算係正式波衫，係球迷版嚟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2019年咧，克羅地亞係世界盃嗰度，即係2018年嘅世界盃打得好好啦，所以咧佢啲衫好好賣啊，咁所以我當地都買咗一件嚟着。其實講翻咧即係克羅地亞呢一隊波同埋 C 朗嚇，即係俾到我哋呢一啲傳奇球星咧，佢哋嘅輸波啊，同埋離開球場咧，好黯然咧，亦都不禁令我回想起好多嘢啊。譬如好似2013年啦，即係講13年前，當年咧其實我就去咗西班牙玩嘅。其實嗰陣時咧，我係純粹諗住睇美斯，係睇巴塞嘅賽事，後尾就上咗郵輪啦。喺郵輪咧就俾我睺到歐洲冠軍，當時歐洲冠軍球會盃啦 Championship 第二場嘅 semi final 咧，喺 Madrid， 喺我落船嗰晚咧 Madrid 嗰度有得睇喎。咁於是我一落咗郵輪咧，我就搭火車衝咗去 Madrid， 喺嗰個球場外面咧就買咗呢場波飛。我記得係當時個球場應該都坐到8萬人啦！哇！我記得去到球場嗰陣時咧，簡直係我啲親戚冇同我入場睇波啦嚇。呢場波我同我細佬入場，我真係冇諗到買到飛嘅嚇。但係去到 ticketing office 嘅時候咧，同我講有飛，仲有好少量嘅飛。於是我同我細佬就即刻買咗波飛入去睇啦。發現喂，點解會有飛咧？原來係坐咗喺多蒙特嗰個球迷嗰邊啦。當然啦，我哋嗰陣時又冇着波衫啦。嗰陣時我哋仲買咗件意大利，我細佬仲買咗件意大利嘅 jacket， 因為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其實我係意大利粉絲嚟嘅。我冇着波衫，我着件皮褸嗰日。嗰場波咧，其實好彩咧，係當年28歲嘅 Modric 同埋28歲嘅 C 朗在場。嗰場波咧，其實最後嘅賽果咧，第二回合皇家馬德里係總比數4-3輸3-4輸咗俾多蒙特。多蒙特係晉級 final， 最後 final 咧就同拜仁慕尼黑係攞到當屆2013年嘅冠軍。但係嗰場波完咗之後咧，我哋因為坐咗喺多蒙特嘅球迷區啦，嗰場波其實馬德里係2-0贏嘅，但係因為之前第一回合係4-1輸咗，所以最後係輸咗出唔到線。我哋又冇辦法同多蒙特嘅球迷表達其實自己係支持皇家馬德里呢隊波啦。於是贏咗波之後咧，我哋都同佢好 friendly 咁影相啦。嗱，你見到呢個德國球迷都幾靚仔啊，同佢影咗張相我哋扮晒嘢咁啦，去即係話佢哋好波咁樣。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個球迷奇遇記嚇，即係如果你咁唔好彩坐咗喺你唔支持嗰隊波嗰個球迷箱嗰度咧，就自己要做下戲啊，扮下嘢咁樣啦，就唔好除非你真係着咗嗰件波衫，你洗都洗唔甩之外咧，其實都真係好好玩嘅呢個體驗，但係亦都令到我諗翻起，哇13年啦，咁就係啊，當時咧嘅 C 朗同埋Modric 咧，我頭先八卦下，即係喺網上咧揾翻啲相出嚟，哇！你睇下當時阿 C 朗同Modric 個樣幾後生，係啊，不禁令我好唏噓。哇！你睇下嗰陣時 Modric 一啲皺紋都冇喎，而家係啦，你睇下當時佢哋當時佢哋好當打啦，好 friend 啦嚇，仲有Benzema喺嗰度添，Benzema反而冇乜變到。係啦，
即係13年過去啦，我自己都回想翻，哇！自己呢13年做咗啲咩呢？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嘢啊，又俾人炒過2次啦。因為我以前喺矽谷嗰度做電腦公司，咁大家都知道矽谷電腦公司炒人呢啲家常便飯啦，我都俾人炒過2次，咁後尾又轉咗行。其實自己都經歷咗好多嘢，咁令到我睇完呢場波呢，自己都有啲好唏噓啊！咁啊過咗13年啦，呢啲陪住我哋長大、經歷咗咁多嘢嘅球星，要離我哋而去啦。咁我哋又要等待下一次有機會，即係下一次而家啲球星，其實我覺得越嚟越少啦。好似今屆世界盃咁樣講嚟講去都係夏蘭特啊，反而Yamal咧都今日好似西班牙場波都係表現得好一般啦，冇入波。咁我覺得球星真係買少見少咯，係啊，再加上又有啲有時人生又好難預測，譬如好似 Jota 呢啲打得咁好嘅，突然間又會一個人生嘅意外，就咁後生就過咗身啦嚇，咁所以令到我都有啲緬懷啦，覺得自己好感恩啦，係啊，今屆可以喺美國做一個主辦國嚇，同大家開 live，其實拍開呢個足球 channel 咧，都係我人生一個人生清單啦。即係其實我由細到大有個夢想就係好想成為體育記者，係啦，好想參與足球世界盃賽事啊、奧運啊，即係好想做呢啲嘢。但係因為嚟到美國係一個留學生啦、移民啦，為咗生存，為咗揾到嘢做可以留低，咁揀咗科比較實用性強嘅，揀咗讀電腦，做咗軟件工程師，喺矽谷大公司度做。咁其實而家有咁嘅機會可以同大家拍足球片，可以現場喺美國睇咁多精彩足球賽事，真係好感恩咯。係啊，去到呢個年頭，今次亦都好開心啦！有一班足球迷可以喺個group 嗰度傾偈啦、傾波啦。咁今屆世界盃真係零舍開心同埋好感恩。咁所以我會覺得我哋喺足球度見到 C 朗、見到 Modric、見到克羅地亞呢隊波，俾我個 inspiration 就係無論點都好啦。Whatever happens, life goes on。我哋要繼續堅持，繼續奮鬥。人生好多好美好嘅事情。有時你努力咗，最後個結果不如你所想，但係只要我哋努力過，無憾就得啦。係啊，咁其實咧，仲有啲嘢咧係同大家分享嘅，譬如好似啱啱有個網友啦，佢分享咗一個好搞笑嘅預測喎，唔知大家有冇睇《Simpson》呢套卡通片呢？咁如果大家有跟開政治啊，或者一啲好似美國總統選舉咁，都有留意到呢，有一套卡通片啊，美國卡通片《Simpson》呢，其實做好多預測呢都好準確嘅喎。咁其實好搞笑、好奇怪就係1997年，Simpson 呢曾經預測過2026年嘅世界盃個決賽竟然係墨西哥對葡萄牙喎。有啲眼利嘅網友呢，對翻照而家呢個走線圖呢，其實係有可能發生嘅喎，係咪好得人驚呢？有時呢啲預測，咁所以呢個網友呢就同我講話，佢而家以後呢就買重所有葡萄牙同墨西哥嗰啲波呢，佢都會 all in 㗎啦。咁唔知大家對於呢個預測呢有咩感想啦？咁好啦，今日係咁多先啦。希望大家繼續緬懷 Modric 克羅地亞呢隊波，帶俾我哋所有嘅驚喜。佢哋所有嘅精彩表演，永遠都係留喺我哋球迷心目中。我哋下次再傾，拜拜。